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周一指责北京无视人类的基本人格尊严，呼吁中方立即停止限制维吾尔女性的生育。蓬佩奥说，郑国恩的调查报告让世界看到了令人不安的真相，人类生命的神圣性和基本的人格尊严完全被无视。德国学者郑国恩周一公开报告，指控中国政府利用绝育、强制堕胎、强制家庭计划等手段限制维吾尔女性的生育权。蓬佩奥发声明指，德国的报告显示，中国共产党数十年来不尊重人类生命的神圣以及基本人类尊严，督促中共立即停止此类可怕行径，呼吁所有国家与美国一起要求中国终止上述不人道的虐待。由郑国恩撰写的32页的调查报告中，一些广泛受关注的内容包括：东突厥散当局定期要求少数民族育龄女性接受体检，检查其是否怀孕，还对她们强制实行绝育措施。在东突厥散，超生还可能成为被关进在教营的原因。位于德国蒂斯堡的东突厥散文化和信息中心为妇女举办了培训班。6月30日星期二，东突厥散文化和信息中心举办了关于妇女如何适当利用媒体的培训班。特殊教育老师埃布鲁卡亚女士介绍说，该培训计划是为了德斯堡居民提供的一项志愿服务。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仍于6月30日全票通过港版国安法，该法将严厉打压北京认为是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恐怖主义以及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针对有关中国通过的港版国安法的报道，日本内阁官方长官一为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国当局不顾国际社会和香港市民的强烈担忧，制定该法案令人遗憾。在中共当局推出所谓的港版国安法的消息出传之际，台湾总统蔡英文表示强烈谴责，美方随即宣布停止对香港出口国防设备等措施来进行制裁。在此之前，特朗普政府从周一起撤销香港的特殊地位，进一步限制出口国防设备到香港，也计划限制对香港出口军民两用科技。香港民主运动领袖之一黄之锋在推特上写道，北京刚刚通过了国家安全法，这标志着世界以前知道的香港将终结。根据参议院上周提出的法案，美国将能够从土耳其购买由俄罗斯制造的 S-400防空系统。参院多数党党鞭图恩提出了一项对2021年国防授权法案的修正案，允许国防部使用美国陆军的导弹采购资金来完成上述交易。据悉，该法案是美国国会试图在 F-35联合攻击战斗机问题上打破僵局的一种尝试。1年前，美国将土耳其处决出多国参与的 F-35项目，因为土耳其以25亿美元的价格获得了俄罗斯 S-400防空系统的订单。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督促联合国安理会延长对伊朗的武器禁运，遭到中国和俄罗斯的反对。蓬佩奥将伊朗描述为世界上最令人发指的恐怖主义政权。蓬佩奥警告说，如果允许禁运到期不再延长，伊朗将可以自由购买俄罗斯的战机，加强潜艇舰队，与其中东代理人们共享新的军事技术。这就如同悬在头上的一柄剑，对该地区的经济稳定构成威胁。美国和俄罗斯表示不支持延长对俄罗斯的武器禁运，中国和俄罗斯表示不支持延长对伊朗的武器禁运。